当当啷当当，当当啷当当，往事还能回味。今天我请来了一位歌坛资深老前辈，谁讲你好？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想问你哦，你是哪一年出道灌唱片的？我出道灌唱片的日期呢应该是1968年尾啦。我灌的呢是那个黑胶唱片，45转的。黑胶唱片？对呀。有没有带来？有啊，你今天叫我来不带来那也可以，但是本来我有6、7张的，要不见了，剩下2、3张做纪念。好，看，保存一下还可以哦。那这里有没有唱机哦？哇，谢江昨夜梦中啊，南边有人啊，苹果花柳灌唱。对呀，还能不唱吗？我就说里面唱机，那个唱机不能唱了的。你看我后面挂了这样多黑胶唱片，我以前制作过的歌星。如果没有唱机，我怎还能回味他们的歌声呢？就谢谢你哦，来试试看哦，回味哦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唱机好像很新款哦，以前我们那个唱机是用脚的哦。唱机虽小，五音俱全啊！哇，难怪我们的这个张少都是保存不老的东西啊！好，来再来试试看一下。来，你唱一唱这个《昨夜梦中》昨夜梦中》这首是华语歌来的这张唱片是华语歌有我灌录的呢都是华语歌。昨夜梦中，不错这声音。当时水准是这样啊。对呀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录的是没有这么先进吗？哇，不过声音噼噼啪啪叫太久了也会唱坏我的唱机拿起来先。对呀，这个几十年了还可以保存到还有声音出来，不错的。我想问你谢江是你的原名吗？不是，因为我的原名呢是叫谢木生。然后我这个谢江呢，是我进了这个唱片界里面呢，我要出唱片之后呢，我才想到一个新加坡一个歌星，谁？叫朱家。朱家，唱那个《往日的旧梦》。对呀，《往日的旧梦》嘛。哇，这首歌好听哦。对呀，所以他新加坡有个朱家，马来西亚出个唱片的时候唱谢江哦。我就没有红了，因为。谢江，我来问你你还没有当歌星之前是做过什么东西？年轻时候我做过东西相当多了，不过我有跟过马戏团。马戏团？对呀，我跟过大天球马戏团啊。做什么？开始的时候我还做杂工，然后呢，那个师傅叫我去学空中飞人。空中飞人？我也学了空中飞人，后来练习不小心呢就摔下来之后呢，就把我的手摔断了。就这个手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手。看到没有？手不能转过去，这只手。哇，如果是当年你跌断颈，就没有谢江了咯。所以我的命大咯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出唱片哦。所以那个手断了大难不死对，必有后福。马戏团没有做之后呢？马戏团没有做之后呢，刚刚好我那个手复原了咯，我就在外面就碰到一位老板。他是做那个流动电影的。什么叫流动电影哦？流动电影呢，就是说在那个 estate 那个园口那边每个礼拜去放一次电影给人家看的，那个大荧幕这样子的。有没有放个3级片的？又想我放3级片，我们那个就在 estate 里面的，做给那工人看的，放的电影呢是印度片。片这样子的。我记得你是1970年回到家乡松开回来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做流动电影呢，做了差不多一个时期呢，我就回去乡下了咯，回家家乡哦。回家乡刚刚好，我们的家乡有一间娱乐戏院。对。娱乐电影院。
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刚刚好要聘请一位叫做放映师。是啦，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你，认识你之后呢，我就时常跑去那个电影院的播音室那边聊天，又可以看免费电影。对呀，那个时候做放映其实那个工作不简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呢会断片的。为什么呢？一断片呢，观众就呱呱叫了。是啦，我有听到观众那边敲椅子啊，因为说退票啊。呀，那没有办法嘛。我除了放电影啊，上场之后呢，每天晚上还要写10多20张那个接招啊。什么接招？接招就是那广告纸哦。该揪啦。对啦，那个就该揪，就叫广告纸。好像今天晚上要做什么电影呢？我们就写出那个广告纸。然后呢，就叫那个伙计呢，就到街头巷尾啊、新村各楼头去粘的，给人家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电影，这样子会不会做什么片子？你真的会写？我会写，你没准备材料？有准备材料，我就发2首给你看一下。OK， 我们去进行。好的，这样就没问题啊。而今天特地邀请他呢，重复回味一下往事，还能回味他写广告的情形，还能吗你？还可以啦，宝刀还会了啊，60多年了哦，60多年手比较硬一点，不过还可以写啊。OK， 试看，开始，看我表演一下啊。这是我当年呢在戏院里面画广告的杰作，往事还能回味。